继续来到中华鹿港，即摆游客嘛是有够少的少。鹿港小食宴创书店的业者推出着活动，只要来订餐，就送你3轮车游鹿港，希望薄利多销，安尼至少袂去予员工来失业。另外，江淮社头做梅仔的观光工厂，嘛用要拢无人客咯，但是头家真有承担哦，讲绝对袂减薪，绝对袂来休无薪假。爱员工大家放心，安尼头家辛劳共心，做伙来度过这场瘟疫的风暴。蚵仔煎煎甲白白叫，另外这是刚出炉的肉包胖公公。哇，烧烫烫。还有放甲全葱仔做的蚵底，煎甲酥酥香香的虾饺，还有茭仔盖饭，是蚵仔圆圆圆，这是鹿港上有名的小食宴。平常时真歹订到，但是即摆业者推出订餐就送3轮车免费游览。龙山寺呢，在这里，这个叫山门呢。龙山寺是遗迹古迹。3轮车载游客，介绍鹿港有名的龙山寺、望灵巷才有名景点。因为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，观光客减少，当地小食店甲3轮车业者联合起来，薄利多销，重新找回观光客。差了差不多，只剩3层。只剩3层啊？对，平日的话只剩1层，可以让我们的员工啊，不要说没有工作可以做，至少他们有份固定薪水可以来领，那我们只要 balance 这个就好了。另外，中华社头做梅仔业者观光工厂，永年来客量平均每工有30台游览车的游客，即摆当讲拢无人，但是业者无要减薪，就是不爱互员工无工做。还没有实施无薪假的一个部分，但是我希望政府可以帮忙我们寻求一些补助。虽然无要减薪，不过嘛希望政府会当帮忙，业者拢咧硬挺，希望会当有一线的生机度过疫情。